续来看，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进前来压料，讲伊进前争取要寄付疫苗，但是互政府调故意阻挡。讲是总统府的前秘书长李大为打电话予伊，讲大小姐叫你也是卖买，因为咱得要有家己的疫苗咯。郭台铭阁讲，民进党政府就是看政治比百姓命较重，因为民进党坚持要伫咧疫苗的面顶来标示独立的台湾政府，才会害交易来破局。疾管署早起开记者会来反击，来公布着当初甲 BNT 签无成的合约，内底清楚来写讲，中华民国台湾卫福部疾管署讲 BNT 对合约的名称，这个名称并无意见。郭台铭早起再度来表示，讲蔡总统敢若有法度接受强势派系意见。针对这个代志，卫福部前部长陈时中讲，这个事件发生已经真久了。讲郭台铭只是就家己的记忆来回忆。陈时中讲，寄付疫苗是一件好代志，唔通过河拆桥，就是唔通桥过拐啊就放。意思是不敌感恩，忘恩背义。打电话给。但大小姐是谁？好，谢谢。大家很关心说那个大小姐，不好意思。郭台铭进前关疫苗轰动起来，19号公开和 BNT 官厂的批，讲到蔡英文政府要求合约采购的人必须是独立的台湾政府，必须谈判不成。那里头很清楚的写到，我们这边签约的这一方是中华民国台湾卫福部疾病管制署提前讲前期这份采购合约，当初签约的名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疾管署。就这号强调，当初合约已经交去德国，BNT 官厂对合约的内容这手是无意见，也毋过对所落来新闻稿的内容，就出现咱国家因着上意见要求改过来。那 BNT 公司，我们跟他讲说，好，那你们的对我们写我国这里面有意见，好，那我们就把它调成台湾，那希望这方是对你们来讲是好的，但是呢，之后就没有接到他们的回信。来看疫苗采购的时间表，卫福部6月12日发有条件专案书一稳准。郭台铭讲6月17靠李大为大小姐讲买6月18见郭台铭7月11完成采购寄付合约。我得到的消息，民进党内部有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意见，最后听说是最大的派系赢了，小英呢也要接受派系妥协的结果。我想事后久了，大家可能记忆都有一点模糊了哈。那可能这郭总这边在就他的记忆，选择他想记忆的部分，中间很多人都尽了非常多的力量。好，那过河拆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时间过要1年，疫苗争议搁一摆铺上台面。郭台铭和政府各人讲各人话，这真相到底是啥？大家拢讨论个真热。今麦疾管署把文件摕出来，就是要来驳回人的谣言。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